再来看中国配偶文琪甲小美哦，因为武统的言论，互移民署取消居留权，限期3月31日离境。内政部长刘世峰早起是表示讲，一个已经订好机票，另外一个人哦，阁还未决定。嘛讲这还未决定的中国配偶核特殊，甲国台办的关系袂歹，一直拢有接触，所以可能阁有变数。大陆配合文琪甲小美因为散布武统的言论，互移民署取消因的移民居留权。照规定，就要限期伫3月31日进行离境。内政部长刘世峰31日早起说明上新的进度。我们今天掌握的讯息，大概一个已经订好机票，那另外一个呢，仍然在犹豫不决。那后来我们发现到说，这位中配比较特殊，他跟台办的关系还不错。所以本来可能要预定离境呢，它可能有一些变数。那我们正在按照原来的规定的计划当中在处理。小薇跟恩启还串联到总统府，然后来拉布条，来争取所谓的母亲权，那或者是来递送陈情书，这些都是政治的操作。所以我们当然高度的怀疑，从雅雅、小薇到恩启。这背后跟中国的关系起人疑窦。严过甲国台办关系好的刘佩是小美也是文琪，刘世峰并无讲，那边是讲声批评。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黄国昌是批评执政党摕大炮对杀小黑比。台湾民众党绝对支持守护台湾的国家安全，但绝对不是像民进党这样，那已经不是选择性的执法，那个是。拿大炮在追杀小虾米，即便是事实，就算跟大陆台办有接触，也不应该被列为是好像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。难道我们两岸之间要走向完全不接触吗？什么事情都不接触，什么事情都不了解，民众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没办法解决。内政部表示，依照移民署的规定，小美甲文琪拢无咱国民的身份，若是被废止移民居留权，10天内就要家己离境。10天过了，若是无家己离境，将会用强制离境的方式处理。虽然两个拢有请律师提出诉愿或者是行政诉讼，不过无影响原本的行政处分权的执行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